今日咧我就想講下 YouTube 啦。如果你想做 YouTube 嘅話，點做？由點樣開始？2026年你想做一啲新嘅嘢，新嘅創意，你想辭職，你想唔想再打工，想自己創業嘅？咁咧，我今日咧就想介紹下點樣去做 YouTube。因為咧，我係阿豪啦，我就自己咧就做咗好多 YouTube channel 嘅，而係出緊糧嘅。咁咧，我就想俾啲意見你哋啦。我又唔係一個大嘅 YouTuber， 但係咧，我可以用一個真心去教你哋點樣做一個新嘅 YouTube channel， 一個視頻嘅。咁你都知道呢個視頻咧，全部都係關於相機啦。你都知道我都做咗幾個 review 就關於呢一部相機嘅。咁我今日咧就想咧教你哋點樣去做一個 YouTube channel， 要有好多嘢要去留意啦，去玩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真係想做一個成功嘅 YouTuber， 其實係唔難噶。咁咧，我今日就會教你先。咁啊，第一集咧，我就會教你咧要睇啲乜嘢，要留意啲乜嘢先可以出糧嘅。咁啊，第一樣嘢咧，你要知道做 YouTube 咧唔係話你今日想做 YouTube 你就可以即刻出糧嘅。你要做到有1000個 fans 啦。subscribers 同埋4000個觀看小時嘅。咁呢個4000觀看小時咧係一定要最後嘅365日 ，OK？ 唔係1年，係最後365日。譬如話，如果你過咗1年之後，而你仲未達到4000個觀看時間嘅話咧，個小時咧，佢就會褪1個月嘅。咁變咗咧，佢係計最後365日你有幾多嘅觀看小時嘅，佢會一路咁樣褪落去嘅。唔係話你冇咗4000個 watch hour 之後嘅話咧，咁過咗1年之後嘅話咧，你就會由零開始，唔係嘅，佢一路咁樣褪落去。但係1000個 subscriber 咧，就係你用幾耐時間都要影到1000個 subscriber， 佢冇限制時間嘅。咁你要知道一樣嘢，如果你有條片係有啲 view 數啦，好多人睇嘅話咧，你自然咧，你嗰個嘅 subscribers 咧都會上升嘅。你嗰個嘅 watch hour 嘅話，就要睇下你拍幾耐嘅條片啦。譬如話我如果呢條片拍5分鐘嘅話，咁你可以計到條數啦。咁你去嗰個4000個觀看時間咧，就會用多啲時間先去到嗰個4000嘅觀看時間。但係如果你條片係10分鐘嘅，或者20分鐘嘅，即係好多人你都知道啦，嗰啲香港嗰啲人就中意拍嗰啲 vlogging 咁樣，每一條片都超過20分鐘嘅，咁佢咪快啲咯，可以 reach 到嗰個4000嘅觀看嘅小時嘅。所以你要留意下，如果你真係想快啲達到去嗰個小時嘅話咧，你條片可以整長啲，你條片可以整耐少少。唔好理人哋話，你條片太長啦，你條片太長係唔使諗嘅，因為 YouTube 要你嗰條片越長越好，佢先可以幫你去 promote 啱嘅人嘅。咁譬如話我中意睇 vlogging 嘅話 ，YouTube 咧就會俾呢條片俾我睇一睇，咦？我幾中意你嗰個 style 喎，我就 subscribe 你。所以變咗咧，你條片越長嘅話咧，嗰個 YouTube 咧就會清楚你係做緊啲乜嘢嘅。你係廣東話，你係普通話，你係英文，佢會知道清清楚楚。咁佢就會 promote 去香港嘅地區啊，或者加拿大地區啊，或者美國啊，或者 UK 啊，咁佢哋就會自己去決定嘅。OK， 咁呢樣嘢咧就係第一步。今日就第一輯就要教你，你要留意呢樣嘢，你要知道有呢個嘅情況，唔係話你今日想做 YouTube 嘅話就今日可以即刻出糧，唔係呢樣嘢嘅。你要整咗個channel 啦，同埋咧你要知道個遊戲規則點樣樣嘅。咁啊，同埋咧就有樣嘢就係話咧，你要90日之內你要 upload 3條片。咁正常嚟講咧，3條片喺90日之內嘅話咧，其實係超容易嘅。咁啊，跟住就之後咧，你仲要記住你條片一定要 4K， 因為我自己試過咧，如果你 upload 1080嘅話咧，YouTube 係唔睬你嘅，YouTube 係唔會幫你 promote 嘅。但係如果你係4K 嘅話咧，咁啊 YouTube 咧就會覺得你有料到，咁佢就會幫你 promote 多啲嘅。聲音啦，咪咧一定要買嘅，唔好貪平啊，或者慳啲錢嘅話咧，連咪都唔要嘅話咧，就真係蝕底噶啦。同埋相機咧，你可以用自己手機去影。你有錢嘅話咧，呢啲500蚊加紙、600蚊加紙，你可以買到呢個靚嘅相機，咁你就可以開始嘅。但係如果你冇錢嘅話，你咪用手機開始影咯。咁咧影乜嘢咧？咁你就要睇下你自己啦。通常嚟講咧，如果你係中文版嘅話咧，佢冇乜所謂嘅。我覺得，因為
因為我全部 channel 咧都係用廣東話，一個 channel 用普通話。所以廣東話嘅 market 咧係好大嘅，所以如果你可以用廣東話去做 YouTube 嘅話咧，其實都有用嘅。OK， 咁啊希望呢就幫到你啦，撳 subscribe 啦，撳鐘仔啦。咁咧我就自己咧就做咗好多年啦，相機都有好多部嘅。咁咧我就做好多 review， 就咪啊、相機啊或者燈啊呢啲嘢咧，我都會做review 啊，電腦啊點樣 edit 啊，我都會教你哋嘅。OK， 咁你記住 subscribe 啦。咁我下一集就見到你。拜拜。